有关大罢免吴思瑶的总部今仔日成立，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5分钟快闪徛台，国民党这礼拜要伫台北甲桃园举办抗罢免的宣讲活动，蒋万安甲张善政拢会参加。若民进党这边，台中市党部有一份内部的动员令来献光，每一个议员拢互分配责任额，爱交出着第2阶段的联署书。不过，民进党的党中央讲无哦，因无发任何的公文，因无来介入着国民团体的罢免。国会要除妖。第2阶段联署热正开打，罢免吴思瑶的总部正式成立。党主席朱立伦带领南野议员到场徛台，营造团结的气氛。那留下签名，佮甲罢免的时间鼓励。严格当记者一挖心，朱立伦随月头做移走。徛台徛无到10分钟，会当叫外地士气爱去观察。毕竟甲第1阶段来比，第2阶段加困难真多。台北市东北主委黄如锦竹也算是讲未犯第1阶段错误。如果你罢免我，你没有理由的罢免我，那我当然也要罢免你啊。那开资源还够？我们用最少的资源，靠大家团结。党中央也承诺会到3港准备粮草。那安尼，南洋的地方首长嘛将会进入6次的补息。这礼拜伫桃园甲台北举办宣讲活动。张善政甲蒋万安这2位首长嘛将会出席，力赢当然也有动作。民进党台中市党部就留出一份动员令，要求议会党团21个议员分别交出3000到6300份不定的联署责任额。我想党中央的组织部门并没有发任何的书面或公文来针对联署罢免的额度有做这样的指示。解释讲，唔是党中央下令，严格也落见地方党部加做民团上坚强的后援。罢免的第2阶段，哪力拢有出招，情况是愈来愈激烈。Hello， 我是林明瑞。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